你也是讲你身躯边的亲戚朋友，敢捌拄过诈骗的事件？最近10年来，台湾逐年诈骗的案件超过2万件，2023年更加逼近4万件。到敢若2024年顶半年，国内就已经发生2万件的诈骗案，有52亿块互诈骗集团提去。这类犯罪案件，唔但影响民众的财产的安全，嘛成为司法体系沉重的负担。讲起来真无奈。无几年的时间，台湾已经变成诈骗者的活跃天堂。2024年7月，立法院三读通过打诈司法，期待讲透过提高刑责、立管社群平台等等的策略来阻止诈骗。有法律的规范，打诈敢真正有效？日常生活中有甚物款的方式，会当降低民众被诈骗的风险，反转诈骗之道？咱先来了解台湾这类型犯罪到底有偌严重？是不是？那是诈骗的啦。每一年侦结的诈欺案件有16万件，10年增加了4倍。经常都是找到一些没办法负责的车手或者是人头。技术不断的翻新，用不同的科技跟工具来诈骗使用者。我明明也是被骗的都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的生活。下7点半，台北地检署长龙共款张会通行。检察官资料10年的陈文庆，这阵共款坐镇指挥国庆司法警察所遭诈骗机房，作为调解线的管中，特别将其包围吞到北。像这边看到的呢，是诈骗案件的卷宗。那这个案件卷宗大概就这么厚。新收案件呢，大概每个月都会破100件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所以其实每个检察官呢，都很需要下班加班或是周末加班。结案的速度让管委府新案增加数量，诈欺犯罪不早是成长，强要杀到司法中庭。每一年侦结的诈欺案件有16万件，10年增加了4倍。加害者到底是啥？检察官讲，诈骗集团分工诱导，增高制作金流断点，这拢是办案规定挑战。我们可以从5个角度来观察他们的分工，分别是机、水、车、广告商跟专业人员。不法的钱骗进来之后，就有水房的人呢，各种方式把这个钱洗白。再来是车手，那再来呢是广告商，是目前新崛起的工作。再来一点呢，就是专业人员会加入律师、会计师一些专业的工作的人，其实也有被诈欺集团吸纳的一个倾向。机房、水房呢，其实通常会藏身在一些公寓啊。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定位出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呢？其实都需要靠很多科技执法来协助。那像 M 化车呢 ，GPS 的定位呢，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说，现在这个车手他的手机现在已经移动到哪里了。过去这些工具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。对，第一线的警察使用了之后，可能最后还会被法院判刑说有侵害隐私等等的问题。科技侦查上路之后，我觉得就会对检警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利器。过去诈骗刑责伤轻，侦查工具受限，经济因素和台湾检测诈骗犯罪分层。2024年7月，打诈司法三读通过，新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，加重诈欺刑责，同时订定内管条款，立管平台广告业者透过司法各大检警所造宣判，刑法上路，敢真正能阻挡诈骗乱象？以前最多加重诈欺是1年到7年的刑度，那现在提高到可能是5年到12年的刑度。法官也要真的意识到说，如果我们刑度再判得这么轻，那可能会导致这些诈欺犯有恃无恐。专案指挥诈骗犯罪的时候，其实责任感又特别的重，因为你知道说，那它影响到的可能是几百几千个家庭，这些家庭都会因为家里面有一个人爸爸妈妈被骗了，而影响他们家庭的生计，所以民生专署的检察官都是非常有正义感的。诈骗到底有多猖獗？根据警政署的公开资料，2023年全台报案受理的诈欺案件将近38000件，其中假投资诈骗就占了大宗，其次是假 ATM 操作、假网购买卖，同样让受害者损失惨重。小孩还小，爸爸突然离世，就房贷的压力落到了我的身上。就是我老公一个人上班，所以就觉得想要帮忙分担了。
迄记韩先生结婚4年，才养2囡仔，佮派雇厝房贷，家庭1个月收入无到4万，生活真歹过。本地是要找投资翻身，煞无势力当着诈骗陷阱。广告里面就会录说，我投个1、2千块，我就获利了几万，太印象深刻，就会让人家觉得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大家会觉得1、2千块好像是小钱，他们是以游戏的方式，你去下注，然后他们会教你如何赌赢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会有给我另外一个。就是虚拟的账号，然后里面是看起来真的有钱的，就是好像我真的投了1000块之后，然后有翻倍。后来是说我的账号有打错，然后说不能更改，更改的话又要再一笔钱，2、3万还是3、4万左右。然后我是说，如果只是更改账号就可以拿到那一大笔钱，我是觉得有点荒谬，可是那时候是相信的，就是有100万。诈骗集团自多处案一方面指责骗局操作不好势，调工收证券处理费用，各间协助提供监控，鼓励伊继续开钱到出。太相信了，就太想要获到那笔钱，我就说我有房子，说刚好是爸爸离开留下来给我的房子，就叫我去跟，就是用我的房子去跟他提供的民间贷款。贷款，他们指定的人会来收，就是好像是所谓的车手吧。我后面想起来，然后就跟他收完之后，他还感觉是很正式哦，还有什么单子之类的叫我签名，想说就最后一次，然后就是给他。财损这样算下来，应该有40、50万左右。今要替骗局募款达清欠费，是因为对方利用伊的口罩收差了钱，佮只是转接假的投资平台还上洗钱，骗局甚至派共犯污名，正做笔可。因为那时候他们诈骗集团那一方，就是有人汇钱来，然后我就会汇钱出去，就是会再给他们的另外一个人。然后我的账号那个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有收到法院的。就是诉讼书之类的，他就说我的账号有被人告，就觉得我明明也是被害人，我的账号被告，然后又好像又加其他的罪名在我身上，真的很无辜哎。有律师协助翁仔某2个人互相扶持渡过官司，不过想要完全回归正常生活，同款真侪挑战。听到的时候觉得说，哇，那个世界快塌下来了，然后才去找律师，然后请律师一起来协助帮忙。检警机关他们可以去更加的去细致化的去理解说，到底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原因，减轻或者是免除他们的一些罪责，让他们不要去因为一时的，就是社会经验不足，去负担那么大的代价。要开新户啊，然后一些账号上的汇款，我那个什么领钱，我都会受到限制。他们会就是告诫我这个人5年都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的生活，就觉得好像自己还是坏人，可是我觉得我明明也是被骗的啊。像我现在手上案例，基本上8、9成他们为什么会接受到诈骗，都是因为广告，后来掉入圈套。网络诈骗手法分享足侪，两项。记者是找检金补充名人投资的科技广告，等6天，敢若等到无意图广告的审查结果，业者的感度敢真正有够力。2024年前3季配合刑事局通报完成下架社群平台违法投资广告，1约10万4000多件。新定的诈欺犯罪规范防治条例，网络广告平台业者发现诈欺广告了后，必须主动锁掉，提供司法机关相关资料配合调查。若是有民众无视你叫广告骗去，应该连带负担赔偿。他们尽可能去做一些查核的话，那变相的其实他们广告收入会因此减少，因为诈骗慢慢的会少用这些管道。对，所以其实他们欠缺一个诱因，让他们去好好的去做执行检举就是审查这一块。所以其实我认为必须要有司法案例，先开创先河，先让平台业者去负责。我认为这个修法会更有意义。
当网络叫做诈骗工具，平台业者要如何去防火墙，让犯罪者无法度个避起来。在我们的平台上，如果有假冒名人的各种的广告的话呢，这个广告就不能播放。我们去年也推出了一个广告资讯公开中心，让使用者可以知道说他所看到这则广告，背后是谁在下的广告，提供广告的透明度降低民众受骗的风险。面对诈骗之恶，民众袂当想无保这个等事，使用科技工具嘛是解封之一。手机上面我们有推行动安全防护，可以在使用者不小心连到诈骗网站的时候，可以起到一个主动封锁的动作。诈骗网站他们经常就会把这些网址做一些巧妙调换，他可能会把一换成是 I， 用一些鱼目混珠的方式。让民众可能看不出来，一些群组或是 FB 上面看到的这网址，你千万不要随便输入你自己的个人资料。若是警情防诈同款受害，需要有效的机制来保破网，密切帮助被害者追回损失。今年有做了一些修法，在这个疑似被害人的情况下，这个警察就可以动作把他设为警示账户，有钱的话就可以。不经由诉讼的判决就可以还给这个被害人。高检署呢跟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呢有进行资料的借鉴，马上的查询得出来开设这个账号的人是谁，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分析金流。当时呀，诈骗之岛将做台湾无法度领受的代名词，真侪社会困境和犯罪集团小钱部署找空找空。人工智慧时代来当时，真假难辨的陷阱危机，嘛一步一步挖紧。这当中的咱，敢有反转的可能？